你好，我係至尊轎車阿亮，歡迎嚟到澳門旅遊，為你打開愉快之旅，請上車。從金光大道到漁人碼頭，感受澳門嘅獨特魅力。探索現代與傳統嘅完美結合。大三巴牌坊結合中西文化交融嘅象徵。呢度係玫瑰堂，被譽為澳門嘅標誌性建築之一。呢度係西望洋教堂，你可以喺呢度欣賞到澳門嘅全貌，係一個完美嘅拍攝地點。我哋嘅尊貴嘅服務，確保你旅途每一刻都舒心自如。選擇至尊轎車，讓每一次嘅澳門之旅都成為難忘嘅回憶。